回顧2025年，安省政局同埋經濟版圖變化多端，省選提早於2月底舉行。省府預算案承諾支持工人、企業同埋基建投資，並力爭未來幾年達至預算平衡。嚟到2026年，安省將點樣喺教育、勞動市場、基建同埋財政穩健間取得新平衡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點45分，傳媒對焦。新加坡軍龍驅風遊之傳媒對焦係由新加坡軍龍驅風遊贊助播出。今日唔着你嗰套運動戰衣出嚟啊！而家嘅我係新做嘅人，生活咧本來就應該要有層次，唔應該樣樣嘢都溝埋一齊。咩啊？上車唔掂，出唔到車賴我啊！喂，趕時間啊！嗱，臨搞掂佢。我2星期後就要走啦，可能之後都未到翻嚟香港。光明大壓，星期6晚上8點05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這個平潭大橋啊，是世界第一高的橋哦。這個橋是2016年開始建的，對吧？它在19年的元旦節通車的。它才3年半。對，就像我們貴州的這個速度啊，就這個地方產很多化石，這個貴州龍啊，海格河啊。韓紅隊嘅團隊呢次要負責起一條跨越呢個有2億年歷史嘅大峽谷嘅超級無窮之路5，自行無疆。星期日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